后来乡亲啊，离7月26三级警戒的期限剩5天，指挥中心来透露讲，真有机会来降级。公卫专家陈秀熙嘛认为降级真有希望。也毋过陈秀熙嘛来提出着外国的案例，提醒大家。降级了后，可能会面临着风险甲危机。像这个荷兰的夜总会，像美国的健身房，解封了后，都能发生着真严重的群聚的感染。所以要来呼吁着民众，降级了后，这个防疫的措施犹原袂当来放松，较袂到时阵，这个疫情搁来爆发，袂收山。三级的警戒还未解除，就先未解封，包括夜市啊、传统市场休困日拢未少人。26号敢有可能降级？台湾公卫专家陈秀熙真乐观，因为全球有要1亿9千万人确诊，疫苗注射率干那26.2%，台湾15000多人确诊，注射率已经有22.5%，国家上 RT 值嘛拢真低。6月5号开始，一直到7月17号，有超过6个礼拜。我们的 RT 值事实上都是在1以下，这样的一个指标能够往下呢修正到警戒2级的一个方向。不过，以国外解封了的状况来看，疫情有可能搁升悬。荷兰逼出夜总会200人群聚为着病毒，四国大型活动1000人确诊。意大利是运动比赛确诊增加，美国有健身房发生群聚事件，47个人确诊。尤其健身房内底无甲水暗挂好，健身房的设备无定期消毒，真侪原因，互民众有机会为着病毒。这些都是 Delta 病毒感染，传染家人的比例还蛮高的，高达了53%。台湾真侪争议的校园到底敢要开放？专家嘛以美国的研究做例，发现校园传播的风险比社区传播的风险搁较低。主要就是因为学生的生活较单纯。不过嘛要提醒囡仔无法度注意疫苗，更该注意平常时防疫的习惯。